這個項目，顧總好，给我留40%的份额。好的，顾总好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这个是上次您让我查的贺振东的背景资料。欠债。安排人给他打20万。哎，顾总，这里面还有其他资料，您不再仔细看看？我这里有张购物卡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安，你快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对了，就那个贺振东啊，这顾总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其實他已經安排我在私下調查他的背景了，這就說明顧總已經開始懷疑了。開始調查賀振東。安，你覺得你可不可以在這份資料上做一點點手腳？妍希姐，儘管說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在負債人上面加另外一個人的名字。還有其他資料？對。不看了。哎，顧總。喂，妍希姐。护士，我妈妈情況怎麼樣？目前來說，你媽媽恢復的情況還是挺好的，現在情況比較穩定，但平時的藥物治療不能停。好，謝謝你啊。不用謝。媽，你說我該怎麼辦呢？爸爸已經找上我了，